由台南市议员创全甲台南市百业国际安平学会理事长严家莹共同发起的公益活动，这次特别甲台南市社会局合作，推出台南市社会局公益文旦礼盒仔，主打你买一克啊，因就替恁捐一克啊，予台南市社会局分送予弱势家庭。买一就送一，只要大家买一箱这个柚子，我们就捐一箱给社会局。来帮助我们的弱势家庭哈，那在这个中秋月圆的时候，也能够得到暖暖的这个爱哈，暖暖的这个温暖哈。感谢，那我们有这个机会呢，与我们的社会局一起做配合，也感谢蔡旺全议员的协助哈，让我们有一个桥梁，那我们有机会呢。集合大家的力量汇集小爱，集成大爱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我们台湾的温暖最美丽的情就是我们台湾的情社会局长陈英基伫记者会现场，也代表市长黄伟哲向议员创全、严家莹理事长甲各界善心团体致上上请谢意。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青果西施严理事长在这个去年也同样的发起这个活动，让我们一些弱势者在这个佳节里面呢得到一些温馨跟关怀。那今年也同样的部分就是买一箱送一箱，也送给我们的大概有750箱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一次的这个分配的对象，这个关怀的对象的话，基本上我们会朝向儿少据点的部分，就是青少年儿童这个部分来做，包括我们的寄养家庭新住民的儿童还有我们的街友也一并拉进来除了议员甲台南市百业国际安平学会帮忙，台南市成功狮子会、台南市友联狮子会、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大台南分会、闽通新住民关怀协会、台南市参女教育协会、复兴国中校友会、台湾职业妇女协会大台南分会、德丰行粮食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外交协会等团体，也拢热烈响应这次的公益活动，希望让更多弱势家庭拢会当受惠。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